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将天牧童的人头带回来见我，否则你就不要再出现了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公主，这个孽障又来扰我了，他越来越骚动不安了，是时候该放他出来了。报！急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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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说，皇上他怎么样了？启禀太后，皇上亲自带兵杀入前阵，可没想到这瓦剌太狡猾了，现在皇上已经被他们完全控制了。退下吧。是。于大人，你看。太后，微臣立刻调集兵马，从后方突袭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，趁乱救出圣上。如果突袭不成，那岂不是害了皇上？事到如今，也只能孤注一掷，冒险一试了。太后，此事不可迟疑啊！若圣上被俘，江山不保，你我都将追悔莫及呀。我知道了。你速速派朝中精明强干的人前去营救皇上。臣领旨。于大人留步。既然你要带兵出征，这朝中之事可有安排？臣一定安排妥当。若不然，让哀家替你打理，也好让于大人安心救皇上。这后宫不摄政，乃是祖训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理应非常处理，不必拘泥于那些陈腐旧规嘛。这祖上定下的规矩，乃是国之根本。太后若罔顾祖训，便是无德呀。你罢了，那哀家就等着皇上回宫了。如果皇上有个什么闪失，于大人，到时候可别怪哀家无情。臣定当尽心竭力。我就知道那个姓于的，他一定会反对我。只是没想到，这个姓于的倒是面不改色，说出话来头头是道。好在他就要带兵出征了，这朝中之事，也由不得他了。小蘑菇，咱俩是挺好的呀，那又不代表有什么关系。云儿，你喜欢吃点心，这回都吃点吧。小蘑菇，记住，吃亏是福。我给你做了一件新衣服，试试看。陶公公，小蘑菇不好，是小蘑菇该死，还没报答你的养育之恩，反而害了你。对不起。死老头儿，云儿，虽然我没为你们做什么，我以后会经常来看你们的。
于大人前来有失远迎。天目道长不必多礼，我是有要事来跟道长商议的。请。请。今日前方传来消息，皇上被敌军所困，情况不明。我已打算前去营救皇上，但不知小道能为皇上做些什么。希望道长继续寻找日月神鼎，其他各种势力也在寻找仕女图。此鼎关乎国家之存亡，断不可落入歹人之手啊！大人就放心吧，只是小道眼下担心着另外一件事情，恐怕当日处死的白巫师，并不是真正的白巫师。道长是说那个白巫师是假的？当日我与白巫师交手，曾看见他手上的纹身，可是，在行刑之时，那女子手上并没有纹身，所以我怀疑，那并不是真正的白巫师。金蝉脱壳，看来这后宫之中又会有大事发生了。这宫中之事就要拜托给道长了，千万不能让仕女图落入其手啊！大人放心，此事交给小道。我也不便在此久留，那我就告辞了。小蘑菇，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小蘑菇啊，于生死之事，你要看开些。谢谢于大人关心，只不过于大人有所不知，云儿的死得无辜，是被恶人害死的。云儿她拼了自己的性命，保全了你的命，就是为了让你好好的活下去。你要替她过完余下的人生啊，不要忘记了她就好，啊。嗯。师傅，你来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师傅，教我一些道法吧。我求求你。小蘑菇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吗？快起来。师傅，你和于大人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白巫师没有死，我想学点法术，给陶公公和云儿报个仇。修道不能是为了报仇，因为你这个心态的话，即使我教你修道，你也一定会走火入魔的。我不怕走火入魔。师傅，你每天在房中打坐观气，你观出什么来了吗？我不是看着干着急想学点法术为他们报仇吗？这怎么了？欲速则不达。小蘑菇，你这点都不明白吗？师傅，我看你只顾着自己的修行，放着白巫师你不管。亏我白白叫你师傅这么久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小蘑菇，太后。你去跟着那个姓于的，看看他都跟什么人接触，尤其小心天目童。希望道长继续寻找日月神鼎。大人就放心吧，这宫中之事就要拜托给道长了。他们两个谈了有半晌，天目童十分警觉，小的知道他道术高深，不敢凑近，怕暴露身份，望太后恕罪。你做的没错，退下吧。遵命。来人，在。近日怎么没见宁妃娘娘前来请安呢？啊，回太后，宁妃娘娘身体抱恙，一直在宫中歇息着呢。病了。娘娘，许太医来了，娘娘。疼死我了！
奇怪了，这腹中……娘娘，快！娘娘，你怎么了？娘娘，服侍娘娘服下此药。娘娘服药。太后驾到！参见太后。罢了，徐太医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回太后，娘娘可能是动了胎气，臣给娘娘服了安眠药丸，娘娘睡下了。关键是要保住胎儿健全。臣明白。这里就交给你了，等宁妃醒了，我再来看她。是太后。我问你，平时给娘娘服用的都什么药？都是一些普通的安胎药。有方子吗？有，我去拿。我同你一起去。这哪是什么保胎的方子，简直胡闹！谁开的方子？回太医，是娘娘自己开的。我给你们开个方子，以后照此抓药。是。云姑娘既然来了，就出来坐坐吧。云姑娘神情凝重，可是有什么心事？你这番悠闲，难道忘了面壁一事了？若不是云姑娘在我重伤之时悉心照顾，恐怕早在我面壁之前就已经没了性命。我替你守关不利，害你重伤，你应该恨我才是。一切事情有果必有因，此劫也是我命中难逃。若不是你们，这劫我破不了。你一介道长，你怎么会懂得皇宫这样的险恶？再说，皇后跟六王就想置你于死地，就连太后对你好，也只想利用你。白衣巫师的事你还不明白吗？就算你斗得过他，宫里其他人你斗得过吗？你也知道白衣巫师没死。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白衣巫师敢这么横，一定背后还有别人。你说的没错，这白衣巫师是有替身，这次死的就是替身。出宫吧，远离这个是非之地。我此次进宫是为使命而来，况且现在白衣巫师没有死，小蘑菇丧亲伊始，他现在还在悲痛之中，况且皇上又被围困，是引途下落不明，我怎能一走了之？你一个修道之人，不是不应该管这些世俗之事吗？云姑娘有所不知，在我面壁之时，我师父曾经点醒了我。之前我修道只为自己，不修人心，更不懂这世间至真之情。眼下我道法大增，又怎能舍弃那些曾经关心过我的人？所以，你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离开这里，是吗？恕难从命。云姑娘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与其你日后落入他人之手受苦，还不如我现在就给你一剑，来得干净利索。云姑娘若是想杀我，早在我重伤之时便已动手，何必等到现在呢？云姑娘，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，只是眼下宫中不能没有我，我不能一走了之。乐平啊，你也别难过了，
母后啊，再帮你找个贴身宫女好吗？六王到！六王叔，可真是来得勤啊！平儿，你怎么跟你六王叔说话的？平儿，我这次来可都是为了你呀。为我？喏。哎呀，真好看，好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。我看前2天你死了个小宫女，一直闷闷不乐的，于是我就叫人在民间找了这么一个玩意儿，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平儿，还不谢谢你六王叔？谢谢六王叔。那还不把它拿回宫去，好好照顾着。好。母后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去吧。真可爱，小鸟，小鸟，要不就叫你逛逛吧，逛逛，逛逛。皇上被围的消息，你可知道？听说了，看来皇上是回不来了。这对你我来说倒是件好事。不过，近日宫中局势微妙，我们还需要扫除一些障碍。你是说天目童？区区一个道术，倒不足为惧。我们现在最大的障碍是太后。太后一直有垂帘听政之心，她现在所依仗的便是宁妃和宁妃肚子里的婴儿。所以呀，宁妃肚子里的孩子定不可留。可是现在宁妃受重点保护，怕是不好下手。哎，当年李妃受重点保护，你不一样下手，何况这宁妃？六王，这话我可不爱听。哈，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。不过要想动宁妃，我们还需要从长计议。什么意思？天目童的人头呢？天目童现在还不能杀。为什么不能杀？因为他手上还有半张仕女图的下落，我想套出来再动他。你可别为了救天目童，故意制造谎话来骗我。属下不敢，如有谎言，万劫不复。是吗？好，我就信你一回。不过你要向我保证，天目童不会再来破坏我们的大事儿。属下遵命。你好自为之吧。娘娘，徐太医的药已经配好，请娘娘服用。拿上来吧。是。你下去吧，记得关上门窗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许进来。是。
娘娘，娘娘！你们这帮该死的奴才，见到太后还不下跪，把这个奴才给我带下去斩了！娘娘，你们为什么要害我？娘娘，这里好多虫子，好可怕！我不是虫子，你们不要过来！我是宁妃，快来救救我，救救我！娘娘，你们为什么要害我？我要杀死你！我要杀死你！我要杀死你！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！我要杀死你！你们说我是人还是鬼？娘娘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娘娘！手一起来我就当死。标志起啊！对，那个位置。你把那个小磊。不扎土枪你扎死了，真的。然后一个消息的，其实在拍这个戏的时候，我是从来我做这种手势，看了不像这个贴的，如果没有特效，哎呀，这个2.5拐过去就行了。妈，两个真没特效超傻。花瓣散开，掉落，风轻着断手，秋过，谁剪了黄绸？痴心的结太多，多情真难过，这爱恨的漩涡，谁破？